歡迎你嚟到呢段10分鐘嘅吸引力法則冥想。揾一個舒服嘅姿勢坐低，或者輕鬆咁躺下，慢慢合上雙眼，將注意力帶返去自己身上。此刻唔需要急，唔需要努力，唔需要證明任何事情，只需要容許自己好好休息。慢慢吸一口氣，再慢慢呼出，再吸氣，再呼氣。每一次呼吸都令身體更加放鬆，肩膊放鬆，面部放鬆，下巴放鬆，胸口放鬆，腹部放鬆，雙手放鬆，雙腳放鬆，讓自己安住喺當下。此時此刻，你係好安全嘅，你係被支持嘅，你係被照顧嘅。想像一道溫暖而柔和嘅金色光由天空慢慢降落，輕輕包圍住你全身。呢道光充滿愛，充滿祝福，充滿豐盛嘅能量。每一次呼吸，你都接收緊呢份能量。慢慢感受下，感受自己開始變得平靜，感受自己開始變得放鬆，感受自己開始變得開放。而家讓呢啲說話慢慢進入你嘅內心。我願意擁有豐盛，我容許擁有豐盛，我接受擁有美好嘅人生。我願意被愛，我願意被尊重，我願意獲得支持。宇宙正為我安排最適合嘅機會，美好嘅事情正慢慢向我靠近。我願意接收豐盛，我願意接收愛，我願意接收幸福。我相信生命正在支持我。我相信自己值得成功，我相信自己值得快樂。金錢係一種流動嘅能量，我容許金錢自然流向我。我容許更多機會出現喺我生命之中，我容許奇蹟發生。我配得起豐盛，我配得起幸福，我配得起美好關係，我配得起健康與自由，我配得起生命最好嘅安排。我值得擁有豐盛，我配得擁有豐盛，我相信擁有美好嘅人生。我值得被愛，我值得被尊重，我值得獲得支持。宇宙正為我安排最適合嘅機會。
美好嘅事情正慢慢向我靠近。我值得接收豐盛，我值得接收愛，我值得接收幸福。我相信生命正在支持我，我相信自己值得成功，我相信自己值得快樂。金錢係一種流動嘅能量，我相信金錢自然流向我，我相信更多機會出現喺我生命之中，我相信奇蹟發生，我配得起豐盛，我配得起幸福，我配得起美好關係，我配得起健康與自由，我配得起生命最好嘅安排。我正在擁有豐盛，我已經擁有豐盛，我感謝擁有美好嘅人生。我正在被愛，我已經被尊重，我感謝獲得支持。宇宙正為我安排最適合嘅機會，美好嘅事情已經向我靠近。我正在接收豐盛，我已經接收愛，我已經接收幸福。我感謝生命正在支持我，我值得成功，我值得快樂。金錢係一種流動嘅能量，金錢正在自然流向我，更多機會正在出現喺我生命之中，奇蹟正在發生。我感謝自己得到豐盛，我感謝自己得到幸福，我感謝得到美好關係，我感謝得到健康與自由，我感謝生命獲得最好嘅安排。此刻將呢啲說話融入心入面，你只需要容許，只需要接納，讓潛意識慢慢記住，你本來就值得，你本來就配得起，你本來就擁有創造美好人生嘅力量。而家靜靜感受幾個呼吸，感受豐盛已經存在喺你心入邊，感受愛已經存在喺你心中，感受希望已經存在喺你心中。當你準備好嘅時候，慢慢將注意力帶返去身體，感受雙手，感受雙腳，感受由頭到腳都充滿豐盛嘅能量。而家準備好嘅時候，可以打開雙眼，知道自己已經帶住一份平靜，一份力量，一份豐盛嘅信念，
準備迎接未來嘅一天。祝福你，讓豐盛常陪伴你左右。